去年代表出的粉插油风炮，许多民众对大品牌变哪个冇嘛信心没有？我过去买老牌的，唔过细细件的个手工食用油。高雄民农有一间百年手工麻油厂，因正去年代嘅食品安全问题，销售量都会上升。做麻油，伊能讲台湾嘅麻品质真好，唔过产量太少的，假使系进口的两批国家，民农韩国系70年冇人做麻的嘢。唔过谈论国际燃料引起家提示台人，陆家庭而再过来做麻的，只能而讲出纯正嘅民农有机麻油。一粒粒无所所的麻，啲滚筒地度变来变去，下摆火劲小，屋度埋内都偏到香味。礼拜六日，民农南投好一节嘉陵市的麻油加工厂。因行咗撥出拍拍嘅葉，唔幫人無下呢就出營業，人客一喺度多。阿爸咩個兩個啦？兩個，還是空兩個啦？哦，買呢個都買呢個買呢個咧，係咧。空兩個。你講10萬啊？呢個係賣10包。啊，買幾多啊？買啲幾家嘅啊？斬油機有幾百年歷史嘅唔落。係民農也合春到兩業麻油加工廠嘅其中之一。特別麻係民農當接看到嘅作物，再係旱鐵，家家戶戶都會種到嘅。早期唔落主要係為人推廣來斬油。開刀，全部用那個樹斬嘅油，全部開刀啦。那全部係家庭式嘅，唔係講真是買公司啦。就像係用係，特別用那個潮嘅斬嘅呢。冇擺是貼地嘅呢。啲係盲貴咗班機係花錢，將麻油完全係意思員工。啲上台嘅唔從強，17歲就開始將麻油，不過收入唔多，還係主要做泥水。很多年來，基本帶上我標貼，不過嘅大業唔判得呀做工業專用模貼。上班以外，係利用療業、運動行業、看流脈絡來做事。咩行啊？你呀？嗰啲人客，弄使用上推人嚟啦，係啊，後來買冇麻油都應該快死啦，係，所以就想繼續做下去，做到做細啦，係，我唔怕。啲唔同嘅愛食呢，二潭木水從國小起始就來聽書，學下傳嚟幾百年嘅斬油嘅技術，唔過一般朋友按做麻油家。國小5、6年級。國小5、6年級。因為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所以5、6年級可以開始。一開始先學那個吧，就是把芝麻用成，就是用綿，哎呀，然後就阿 Q 就慢慢教我們包括啊，然後上那個機器，然後擠啊。一推推上嘅賣，冬葉蘆葦度用柴火來炒熟。火嘅態勢也係賣而結束嘅，都唔係後生人前菜就學嘅活業，付出一部分係要提上台度負責。老百姓麻油麻糊啊，你話麻邊人們弄來都那個火炭冇用糊嘅啊，炒麻啲必要啊，你冇個火冇就好，你就我哋睇火嘅樣，辣到會做唔得事啦。炒麻嘅有一個功夫啦。技巧啦嗬，燒火嘅功夫啦，又慢慢學嘅。唔講語咩談唔準，有炒麻嘅哦，我麻炒俾成熟，將有啲下巴炒到黃黃啊，可以悶，可能粉，它冇油出嚟，唔係講磨炒到嗰度油呢，人都冇油啊，啊頭鐵嗰個冇晒糊。呢都嘅微強啦嚇。每個麻油廠也都係意思啊，人工嘅師傅講來斬出各種特色嘅麻油。可能就炒嘅方面冇相同，炒嘅速度冇相同，係有啲炒5、6分，有7、8分，像我哋就是把高火一起切嘅呢，所以出來小米都冇相同。炒好嘅麻多下來，就像啲無糖烘西菇樣嘅。天天推裝片散葉，要按照着體氣，一個長時係講處理唔好，斬出來嘅油會變糊，
也做当大嫂。头摆啊吼，俺哋阿爸做阿公做，冇打3個土哦，冇打3個土個好啊哦，啊唔過今年人可能冇打3個土按我做，啊3個土嘅哦，落脾氣，按那個江火油都唔是落脾氣哦，啊麻油同啊打人打比賽冇麻油嘅夫婦啊。แต่ไม้หลังเทปเงียบเมียนหลอดก็เจ๋งกบโซ่เสร็จไม้เปียกก็เปียงงีบอยู่อับกี่ตู้จำช่วยอีกติดๆ又香又順嘅五麻油所有資產冇加任何嘅東西係唔獲幾百年來嘅堅持麻油嘅品質好快最主要嘅元素就係燃料香港我有油人要講油是過好啦香米啊睇佢其實係過小印度又都打蠻硬曬喎，印度面地都得餓咗喎，過少啦。我係從來唔會用，買幣咁賺唔到啲麻藥，係唔樣嘅麻藥臭少嘅全部都廢，呢個陣嗰箱都要偷。幾百年嘅經驗，麻油價當跌，台灣產嘅麻品質最好，一刻台灣麻產量當少。假使係進口麻兩批價格，民農一早見無人咧種麻。2013年嘅秋天，麻油價後生業結鐵即刻種看啊！因為吼冇吃吼，你跟買麻沒方法啦，吃啊，愛吃，俺哋啊小農吃迄個實際買出去，我成本從個高的，我就向他個農民種，吼種好食的東西俾他個食。太干啊！那时候我们田打完那个湿度不一样啊，有的地方比较湿，有的地方比较干，啊干的地方就不長啊，啊隔2個禮拜才發芽呢。對啊。麻油價飄嘅兩分貼，從台南市港前來賣現來點看啊，不過份額情形實係零落落。民農體企建有70年無人咧種麻，有關於種麻嘅知識同技術，根本唔了滿名人。搶做得即個吃看啊！寒水有天數過嘅哦，唔係真是中國有70-80歲啊，係啊，阮多麻搶樹麻經驗、野麻經驗，按樣個種，啊，像寒水6-7歲咱啲嘢都23樣種啦。按照原來啲台灣各地傳統小農復耕計劃嘅後來期研費，啲麻油價賣復耕計劃過後，一結天來天數，要重新尋找建團成立種麻嘅技術。譬如說要去重新學習那個作物的知識，或是他需要一些農機，或是甚至他需要復耕資材的這些資源，那都是我們在計劃項目裡面可以去協作的部分。因為感受到食品嘅安全問題越嚟越嚴重，唔正確係個太大嘅結貼，可以用無農藥、無化學肥料嘅方式來種麻。唔過一個結貼，實可以本人減少難，連野外就講無可能。唔正確小定講，總算啲轉型做有機農民嘅心情呢。冇材料啦，我100萬他嘅賭馬度啊，弄萬我80台要30-40萬呢，係咪？啊，依家80台哦，你總係發也要80台啊。我想講，既然要做嘅，就做較好一些，嚟吃看啊，誒，唔怕，我唔驚失敗啦。老姜頭用麻油煸焗，將啲土雞又炒又煮，批到暗香，本他家都常食。麻油巴唔正顯小定角，就算自家2份嘅麻葉，經營嘅熟食，飲出來麻油含那煮4擺嘅酒，佢還要吃看啊！希望有營業本消費者食到，民農產嘅有機麻油。